家好啊，我係芳芳，我哋一齊去遊古城咯。南頭古城位於深圳嘅南山區，如果由深圳灣口岸搭的士過去呢，20幾蚊的士費嘅啫。去咗2個地鐵站都可以去到個噃，大約行幾分鐘就係南頭古城地鐵站同埋桃園地鐵站。沿途嘅街道上邊其實都好多大榕樹噶，留意下石凳上邊亦都有方便遊人嘅一啲方向字句。嗱，呢條天橋嘅對面呢，就係古城嘅入口啦。就上呢條天橋行過對面嘅入口，當日呢，就落住毛毛細雨，好有煙雨濛濛嘅江南 feel 吓。呢度嘅氣氛都唔錯噶，大家留意一下。仲未正式進入呢個城門之前，記得要參觀2個展覽館啊。右邊呢就係關帝廟，左邊就係南頭古城博物館。先進入關帝廟參觀下，非常之古色古香下。一入到去呢，就見到關雲長將軍嘅英勇雕像。廟裏邊呢，金碧輝煌，上邊仲有一個正氣2個字嘅牌匾下，仲有好多關於關雲長將軍嘅事跡嘅壁畫。廟裏邊除咗金碧輝煌，仲可以睇到好多個義字喎。正正呢就顯示咗關雲長將軍獨有嘅人品同埋氣質啦。呢度香火鼎盛，有好多人前來拜祭噶。呢間廟宇呢，仲有好精緻而且華麗嘅中式裝修。關帝廟既威嚴又有瑰麗嘅裝潢。跟住我哋去參觀左手邊嘅南頭古城歷史陳列展館。大家可以喺入口度攞一本精緻嘅簡介嚟睇睇。陳列室呢就分為2個展廳 A 同埋 B 展廳。呢度呢亦都係學生學習歷史嘅好地方嚟噶。呢個呢就係古城以前個樣貌模型嚟嘅。一陣間呢，我哋就會由古城嘅南門呢進入去。呢度有好多從前人民生活嘅出土文物。原來以前呢度呢，佢嘅蠔業啊係非常之發達嘅。另外呢，佢嘅鹽業同樣呢都係非常昌盛噶，係南方一個好大規模同埋重要嘅產業。入古城之前呢，喺佢嘅2邊呢，其實都有古蹟嘅遺址噶噃。呢個地面呢，就係明朝嗰陣時嘅地面嚟嘅，保留咗古城從前嘅遺址啦，同埋磚塊。穿過南城門，厚厚嘅拱形城門，眼前呢就出現咗富有特色嘅大騎樓建築物啦。沿住呢條街道一路向前走，旁邊除咗有唔同嘅商店之外呢，仲有好多嘅博物館噶噃。呢啲商鋪呢非常之多元化，街道分布得中環交錯，有好多新潮嘅咖啡廳啦，同埋不同國家嘅美食。而且每一間食肆嘅裝修呢，都有好多靚嘅打卡位噶。呢間叫做活字實物印章，好有特色噶。裏邊呢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姓氏圖章啦。呢個產品都幾靈活噶噃，可以自由組合出唔同嘅名字，成為自己獨有嘅個人圖章。我又聽到有啲歌曲播放噃，咁就跟住啲聲音去揾一揾。原來呢係一個好別致嘅藍牙喇叭。佢嘅側面呢，仲可以自由咁樣設計一啲文字或者姓氏。呢度有黃酒瓶，上面都有唔同嘅姓氏。享受完美酒，呢個咁靚嘅酒
瓶呢仲可以重用噶。嗱，呢條大街上邊亦都有好多小型嘅博物館，就好似呢間牌匾故事館啊，保留咗以前較為特色嘅牌匾啦，就俾大家欣賞。牌匾可以顯示出當地從前嘅文化活動情況。雖然牌匾只係寥寥幾個字，其實佢已經包含咗佢哋嘅風土人情、歷史典故、宗教信仰。喺呢啲牌匾下邊呢，仲會繪畫出呢當時嘅商業活動。嗰陣時商鋪係售賣緊乜嘢貨品啊，同埋當時鋪面嘅情況。另外一個展館名為朝花夕拾，呢度出土咗好多瓷器用品同埋物品，佢哋都係用咗唔同嘅修補方法，將呢啲破爛咗嘅瓷器修復甚至美化，令到呢件物件可以二次重生同埋重用。因為從前嘅物資係非常之缺乏同埋珍貴嘅。另一間博物館呢，係記載咗嶺南一帶嘅醒獅活動。20世紀30年代，由最初嘅舞麒麟改為舞醒獅。1937年，南頭古城嘅醒獅隊呢，更加係顯赫一時。呢度呢都有當年嘅政府司法機構衙門。衙門嘅門側邊呢，正正就有一個大鼓，大家都知啦，係用嚟擊鼓鳴冤噶嘛。嗱，你睇睇衙院裏邊嘅縣官大老爺呢，就坐喺正正嘅堂中間。原來呢，原告係跪喺佢嘅右邊，被告呢就跪喺左邊，仲有一對內容顯淺而又貼地嘅對聯噃。上聯呢就係穿百姓之衣，食百姓之飯，莫以百姓可欺，自己也是百姓。下聯就係得一官不榮，失一官不辱，莫道一官無用，地方全靠一官。嗱，衙門出咗嚟之後呢，左手邊正正就一條美食街啦，分佈住唔同國家嘅美食餐廳。當然有我哋港式嘅茶餐廳啦，墨西哥餐廳、新加坡餐廳、法國餐廳。法國餐廳對面呢，就有一間英式嘅餐廳，土耳其餐廳啦、澳門餐廳、泰國餐廳。古城裏邊嘅建築物新舊交集，我又覺得新型嘅建築物嘅外形呢，都有各種唔同嘅風格同埋個性。睇睇新式嘅樓宇喺佢側邊或者對面，就係有幾百年歷史嘅古屋，視覺上邊相當之和諧同埋有趣㗎。大家嚟到南頭古城，可以睇睇古蹟，參觀下大大小小唔同主題嘅博物館，又可以去一啲新穎嘅食店，品嚐美食同埋打卡，仲有食到唔同國家嘅特色佳肴。介紹完呢個古今交融嘅南頭古城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下其他嘅地方啊！拜拜。